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喜来嘅阿明姑刘浩明。今日嘅福喜来邀請到一個個特別的一個朋友，伊從來冇想過伊會開始也要表演的路吼，但是喺一個個特別的機會底下，伊開始也要戲劇人生。我哋馬上歡迎今日朋友，我哋莊水琴，水琴姐來嘅上場，水琴姐好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新北嘅莊水琴。水琴姐其實我第一擺看到啦，吼，你其實算是人嘅處女座嘛，吼，記得6對300個時間嘅戲劇，吼。咁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講，當初我有嘅戲劇，然後比做乜嘅你會比邀請到去做戲咯？當時吼，你學委去拍你哋6對300年嘅嘢呢，戲嘢呢活動，你來到人哋沙戲講，希望人哋可以演出一出嘢呢有關迄個嘢彩體嘅嘢呢故事，吼，本人哋他講人哋講，人哋也地方有乜嘅特色，有乜嘅頭擺嘅嘢呢，可以本他講人，吼看到嘅嘢呢故事。我說一下路推薦我，當時我係理事長嘛，吼，如講我應該佢了解下地方嘅事情，我說你睇唔係，我說睇。開會嘅結果，你講啊，我都出嚟演都錯嘅，唔是強啊你聊落去嘅。嗰個幾擺嘅故事，佢想起碼頭擺白公講嘛，吼。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頭擺白公講嘅故事，睇下嚟講嘛咯？還記得冇？頭擺白公係人哋鄉下信仰嘅依靠啊，嗰時人哋有白公，人哋都感覺到佢有安全感啊。生活也到乜嘢也可以安天。我說我哋萬歲，我哋阿婆呢攏同人哋講，要拜白公吼，信人要個天，啊人唔會破病啦，唔會人有好保護樣嘅。我說我哋萬歲都吼睇人啥，都帶定嚟講，都要你從nhà來拜白公哦，安尼。真是如嗰種鄉下人的身份啦，吼。但是嗰時間，你這個因為理事長的關係，嗰時你必須我哋講一吩咐可以做戲哈。但是你以前有做過嗎？以前唔是做過呢，因為第一擺啊講到講要做戲，我哋攏過緊張啊，因為都想講要背台詞啊，吼，要行走位啊，吼，唔係簡單的事情。嘿，台詞係一回事啦，吼，要走位嘛，吼，然後同時都講，唔至少要做時，現場要按到你哋看，吼，因為我哋講人其實6對300嘅戲劇啊，吼，除咗人本裝以外，人話去拍裝戲嘛，所以人也要頭擺白公講，嗰時節都有許多女僕嘅，嗰時都係女僕看到嘅，吼，嗰時等於都人除咗做本裝嘅人看。馬做本外裝嘅人看，嗰時幾時前唔開始比起托戲做戲嘅時間，你即個要想到講家，你讓我要一拍要一行，唔即個我哋講幾時前本影響過他嘅欣賞，冇導演唔記得冇？我唔記得咯，如不可無聊劇場嘅導演吼，伊佢用心去講嘅呢，問同人哋講唔好緊張，反正不用氣演啦吼，人哋表現得出。伊安尼感情出來。嗰時都等於講，嗰時6對300嘅戲劇結束以後，可能我哋嘅資本市場開到新幣嘛，吼。嗰時咪有可能都發現到講，人人都有啲我哋總頭嘅戲劇可以去運用啦。嗰時後來又做兩出戲，可是即個又想到講，當初資本市場嗰時節，伊做兩出戲，嗰時要托演員嘅時節，唔知冇有被托到咯？有，唔知個咪記得幾個場？伊講，因為我係三期嘅理事長，一天要帶頭來演，因推都推唔起啦。因為我哋咩本身都唔咩真實專業嘅有演過戲嘅人，所以已經拜託講，我哋再嚟搞一出戲好嘛？嗰個身負重任啊！係啊，佢等於講，我唔帶頭戲，帶到他個人叫我來做一出戲，因為其實資本市場做過兩出戲嘛，吼，一定要到歸來嘅，吼，一定要到水來嘅有戲嘅，吼。你咪先同我哋觀眾朋友快講一下講，歸來嘅出戲裏邊係講乜嘅故事啊？歸來嚇，一出戲啊，嚇係講應該是講志文老師嘅伊出嘅故事係，因為萬歲啊嚇，如阿爸阿媽如果講，佢要讀書，人初二讀書，吼，阿姨
我記得伊下吼，如去外國留學，去外國讀書，伊佇外國歸來吼，怕感受過深嘛，伊想講歸到屋下，有個老人家過身咧，啊老木啊變丘的，有個也學迄個，啊看到向方的也都好生呀吼。唔是啦，啊雖然你跳上跌落嘛，攏也要想，阮講哎呀是咱人咧孫呢，咱人咧來咯，攏唔是咧，嗰時屯鄉下，屯俺哋家鄉啊，吼，嗰陣有18疏離感啊。因為真的是，人講離開故鄉很久的啦，古來啊吼人嘛變嘞，吼環境嘛全部變嘞，嗰時候其實真係講，我重新研究來冇咁簡單嚇，吼，其實一般的路更加會沙飛過太一個事情。剛才提講其實後來也出去係咧係，都馬上接嚟聽起出去嘛，吼，隨來也有去嘅，係有這個，咁一出去地方係講乜故事咯？也出去啊吼，係講伊個去吳祖國啊吼，去因為伊去逃婚嘛，也爸也咪去安排。家本伊咧運到阿水，啊我哋要去演阿水，吼，昂起啦，啊因為我冇講伊啊，啊如逃走，屯登嘅去故事1000人去總視掛，嗰時第二個係時係演男主角阿水，嗰時第二你講女主角，係人都聽到那個神秘做唱視掛片，係咧係都走，你出門都走去。故事的嘛吼，啊，你其實你做到講嘛，聽去故事嗰邊去。咁你即個做細奶嘅，有咩角色安樣會去揣摩咯？因為不可能安排嘅桃花啊，我家本我係男主角嘛，我係阿水，啊，但是桃花冇夾意我啊。係啊，嗰時候因為我做阿水吼，我男主角吼，佢昂起啦，佢老師一講話都結實啦。係啊，嗰個桃花啊，吼，你聽得嘅1000人吼去故事總視掛。好，安尼。咁問題係講，因為唔即個等於講唔愛去做一個細奶嘅角色。咁其實唔能用嚟去學習細奶嘅講法啦。然後唔同我講，因為阿水講法講昂出嘛，吼，因為等於我會可能會有些安尼點多吼，結實幾多樣嘅。咁唔能用嚟學習人嘅表演咯。你腳邊昂啊，切啦，啊講下結實啦，亦好嘅出呢。係結實好嘅出，但是細妹我做細奶型嗰塊學啊，行路啦、動作啦，佢其實有啲細妹，如個讓我看到個小事，其實要想我講，我喺學乜嘢，試看看哪能有冇？有啊，因為我哋一下睇鄉下嗰度安尼昂起嘅人啊，啊講話嗰咩嗰度結實嘅啊，譬如講唔係那人啊，安尼講會出啦，模仿得到啦。但是問題係，其實個志文老師很做阿水嘅時間，即個有想講，做乜係我做細奶哦，我做細妹啊，有想講冇？有啊，阿爸。看到講係佢適合㗎嘛，係啊。如個點心啊，嚇，嗰種阿水嘅角色啊。佢像阿志文老師啊，做我兩出去做戲以後啊，而即個體育體內有演出啊，而喺體內演出嘅啊。我哋睇我哋客莊嘅村啊，打鐵莊啦，無路建工啦，安尼，啊路神秘角色啦，係。嗰時其實嘛睇有啲神秘嘅，無腔我狀態有做有做俾他個人看。有。佢其實就他個人嘅反應樣嘅咯。他個人嘅反應啊，會可能我哋下台還會講，哎呦，你按厲害咯，啊爺那按槍咯，對，我讓你講。所以他個人嘅反應就幾好啦，嗬。你有好做戲冇？唔好。你唔好做戲哦？唔好。做乜咯？因為角色咧樣嘅啦，嗬，如果配台詞啦，嗬，啊，因為早起啊，規模限啦，啊，必定嚟切，機啊就嗬，規模限，規困難用嘅。但是等於講，可能男的裡邊都硬着頭皮上去哦。
系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理事长做完辛苦，哎呀，就真係本意豐富嘅呢嗬，因為我記得，因為其實要對上班嗰時佢是喺，譬如喺客微飛，嗬，客微飛下去做嘅人嗬。雖然講喺委託一啲專業嘅團體來，嘛其實嘛佢講冇人來做啊，其實都講村長啦、理事長啦，好，反正事業村一定要派村長、理事長多少都有8人嘅啦，哈。嗰時候其實都派任務，一直都也好來。嗰時候這個好來，譬如我哋去年嘅時節，有一啲我哋呢新幣有一啲文藝復興嘅一啲戲劇啊，哈，我哋看到新幣啊出去地方，也做下出去嘛係也豐富嘅哈。係啊，係啊，台唔係啦，台唔係，咁做下出去地方，唔知係幾多人做某個角色冇？我係因為日本兵過嚟打我哋也咪嘛，學新幣啊，我都列定嘅形象啊，列定嚟做，因為日本人要同我哋信仰吼毀滅嘛吼，啊特別嘅北港也就攏我提毀掉嘛吼，我所以列定嘅形象。建造，好，也形象，列嚟變到出嘅，好，其實你做村民啊，好村民啦，吼，佢其實就愛變炮彈，吼，一開始變日本人，因為日本人的信自家嘅信仰，聽伊路愛變炮彈，好，嗰時路愛變神像，啊，其實就係話，因為其實這個。比起其他人來講，人家要做戲嘅經驗應該就算幾多嘅，嗬，可能做嘅睇嘅去年嘅文藝復興，看到新幣以前都有做過300嘛，嗬，咁但係後來再重新一排也出戲嘅時候，有感覺到個刺激。有啊，有見做見感覺到嗰有意思啊，嗰有意義。嗰時候其實做戲一件事情啊，哈，你像我哋煮飯要嘅，其實真的是一煮哈，我一熟熟。首先下我下個節目，我哋買嗰度好精彩嘅故事哦。翻過來復起來，上台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幣嘅水琴仔來到現場，同我哋分享講，以怎樣嘅行到我哋嘅戲劇之路嘅。我想問一下水琴仔，因為頭先有講到講，其實有參加過幾多戲劇嘛，嗬。但是有啲佢貼喺度講，唔係有啲戲劇嘅文具行啊，係咪？因為戲劇係幾少談到啦，嗬。你不同人廣東朋友講一下講，挪威有一位戲劇，同時伊到底係做乜嘅咯？文具行業就戲劇啦，嗬，係因為一些人呢，太人呢拿錢嚟辦，伊老闆咁麼多，唔做嘛拿錢嚟辦嚟咯，嗬，一路講2萬4時節啦，嗬，佢後日嘅玩具，一路偷拿幾高，冇錢好買啊，故所以村外存錢呢，一路偷拿過來同老闆講，有個係1萬4嗬。偷拿玩具嘅，我也哈咁麼多以前做嘅，安尼偷拿東西嘅事情唔錯嘅，故所以都拿錢過來辦。嗰種有個故事嘅一種演出嘅形式係點樣咯？而喺度咪喺從頭到尾人講嘅兩出戲樣嘅係每個鐘頭落去做，還是講如現場有乜嘅人都叫我來做戲咯？如果有小朋友嚟買玩具啊，點幹嘛點樣嘅啦？玩具老闆愛買買飛揚機，愛買高嘅買嘅安尼，有個小朋友都冇錢好買啊，都會偷拿。我地杯啊，因為我係偷家娘。嗰時候你這個做偷家娘。係錯。嗰偷家娘嘅台詞應該算幾多吧？因為你算是主角呢。偷家娘咪講，小朋友，我買乜嘅呀？如果自講啊，夜香，內香安尼。等於你講，你這個其實變成一個偷家娘嘅，對阿水變偷家娘。嗰種做安到戲地方啦，嗬，我先問啦，嗬，你這個做安到戲地方，你這個感覺到做戲一件事情，
好，无如果米出去无去嘛唔怕。因为讲最困难的係乜嘅啊？最困難的路係角色，角色咧乜嘅？角色咧米咧角色咧轉換，行啊都時態嘅無共樣啊吼，一種表情啊，一種情景啊吼，可以表現出來，也我感覺都無咁簡單。嗰種人因為講最困難嘅部分，你講米嘅角色要自家嘅人態啦、角性，學嗰種等於講唔可以去了解，可以學習米嘅角色嘅事情係咪？咁樣話。唔知個因為講最快樂嘅部分咯，本來你一路下來，咪人一做下來嘅部分，最快樂嘅係乜嘢？最快樂嘅係演完一出戲嘅時節吼，下面咧觀眾朋友吼，要跟我老講安喏安慰喏，喏演啊安好喏，佢像伊完事嘅時節咧，用神樣嘅，啊本他感覺感覺到佢快樂啊，啊同時吼發現我哋地方嘅。特色啊，可以演出嚟本他感人看也係感覺到佢快樂嘅事情。你係咪快樂啊？吼，如何本人快樂呢？你知冇？你的快樂都是別人看到別人快樂，你快樂。你即係講看到朋友做戲，看到人做戲，感覺到佢快樂。好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你講，你做戲可以幫啊人撒氣特色。冇朋友看到，安尼佢快樂，你這個本身冇快樂啊？當然佢快樂啊！因為講冇人喺講，因為但是唔頭都同人回答嘅呀吼，從冇喺講，朋友看過看到人哋戲佢快樂，係朋友佢快樂，冇得講一出戲幫人哋撒氣嘅特色帶出去，吼一定佢快樂。你講唔同我講，我全部係朋友佢快樂，安而快樂冇？快樂嘅點吼，係本他感人看到人哋。屯也鄉下也出去吼，故事演出來，啊，伊呢也感覺到，頭擺有安尼嘅事情發生，啊，變嚟幾多安尼回味樣嘅啊，佢感覺到，安尼目標係一個頭擺嘅事情。啊，人因為講可以透過嘅表演，讓他人感覺到佢快樂，一件事情都本佢快樂嘅。好，你變說你即個要努力，哈，可以得到他人的一個共鳴啦。可能講好共鳴一件事情，然後伊都嘛會想到共鳴，可能以前發生的事情，啊，你如因為講做的事情都值得了，都有出他的。係啊，係。你看歷史中作為的佢有責任的哦。係啊。你等於講，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講可以帶俾他人幸福，帶給他人快樂。他感覺感覺到有責任嚇，啊本人感覺到有喺做事情，一團一般嘅鄉長啦，加上村長嘛，佢冇共樣哦，啊但是唔是講人嘛，因為你冇兩錢嘅呀，啊親用做路錯嘅啦。但是冇兩錢，但是經驗感過重。過重，一定要做比好來，讓別人講啊做乜嘅歷史咗，做到安尼，佢讓別人講話。我講別人批評啦，哈，但是雖然講啊有冇兩錢嘅，但是應該有種人個性嘅啦，經驗感過重，服務嘅一啲心過重啦，好，嗰時希望講嗰種講，雖然講你因為做戲一件事情，有時要記台詞，要行座位，哈，一件事情可能對你講還是講到鬼無限，哈，因為花時間去練習。像以前嘅志文老師嘅兩歲戲啊，哈，而家排練嘅時間有久啊，唔記得。排練嘅時間有3個月咯，有3個月。每禮拜一天去練習。每禮拜幾多擺？一擺啊，因為他家攏請無限嘛，係啊。他因為即個洗頭啦。係啊，唔當話要讀到那嘢要請假冇咧，無所沒有佢困難嘅地方。當然啦，當然，因為其實每年要儲出嘅時間，通講一禮拜一擺時講，嗰種行空都冇幾多啦。但是有時間過長嘅時間，我忙嘅時間，其實佢真係無限。尤其一拖有3禮拜，3日，其實每一個禮拜都會去。然後，而且可能喺最晚開始表演的前一個禮拜，怕唔單止100吧，
唔单止哦，要加强练习咯。是啊，一定嘛。要要求讲，是唔得老开呢，一天要出来演呢，无练习呢，无别人咁多，你是喺做嘛嘅哦。係啊係啊，咁你即個咪記得講，你第一日頭擺白公講，定講第一日演出的時候，你有緊張冇？有啊，超緊張哦。超緊張哦。對啊，一定緊張。咁樣咯，怎麼辦？超緊張怎麼辦？啊，超緊張，睇演出以前係都同白公講，一天都本來佢順利，好完成一出戲呢。啊，好家仔白公有保佑啦，順利完成啦，係啊。因為嗰擺其實做戲頭擺白公講，嗰擺其實因為戲到愛狀嘅時間，哦，他個人路感覺到幾好，因為等於講。對於演出戲地步，看到家動新編嘅片，呢種算是也是一個唱西瓜棒，哈，還有同時嘅白公嘅事情，我感覺到，因為伊嘅戲劇可以認識我哋嘅時節嘅做對，哈，其實算是伊個過特別嘅一個經驗啦，哈。可能後來你即個，有啲人都冇再參加戲劇啊嘛，但是你即個過特別每場都有參加過，哈，嗰時一直都見㗎。佢家同講見㗎，譬如講我哋新編名人，哈。無你講經驗開始一直都明嘅，但我有早期嘅戲劇團來講嘅話，佢就有嘢介入啦。好，譬如講我介入，我有乜嘅建議冇？前輩會有什麼建議嗎？我會鼓勵你來參加一個鄉下嚟表演，建議講吼，你平常心啊，平常心啊，我有導演指導，唔是緊張，啊，唔是咁麼多。會焦慮用嘅哈，其實他個人真係都不用輕鬆啦，一定會有一啲專業嘅人去帶嘛，哈。咁從來講嘅話，第一下唔可以講，人家愛參加人哋戲劇團，係咪一定愛行嘅？每天。每天。咁種譬如講，好容易講，冇演出面冇錄嘅哈，我不會講客家話怎麼辦？其實我發現到哈，劇本底本唔會幾多台詞呢，可以教伊呢自己應對嘅嘛，應該冇乜嘅問題啊。等於如果唔管唔係客人，唔本地係咩客人啊，可能啲河洛人啊、外省人啊，甚至我哋原住民，因為其實台詞啊東西都真係係有配叫嘅，都冇嘅，嚇，因為你記台詞，你都見講嘛，嚇學識下咪好啦。係啊，邊度有安尼機會嗬？有安尼機會上台安尼，你嘛感覺到佢似咩喎？係啊係啊，咁人嘅觀眾咯，嗰時人哋你看做完都擺去，他個人看到佢上面嚟啊，如果水氣嘛，某個時候在做本，他個人看冇，有安尼事嘅嘛？冇有，佢講佢感覺到唔是愛同人撈開咩啦，佢講唔是愛開藝咩啦，開始路演啊。不得不起來，唔可以啦！竟然係是咧想講我看做戲做幾好，而家喺慢慢嘅時候才看到啦。係啊，咁我提講唔等一下，等一年啊，差唔多我有新戲，我有新戲預告嘛。我提的先講可能我有新嘅戲劇。我提嚟講，有哪些有機會嗬，啊有幾好嘅樣嘅故事嗬，一天慢慢再嚟。原本他家看啦，冇錯。可是伊個戲劇嘅話，唔單止可以改變伊個沙期嘅形象，同時嘛可以把沙期地位感情去放喺國下。休息下喎，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福起來，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編嘅水琴姐嚟到現場，同我哋分享伊睇戲劇之路嘅一個感想。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其實水琴姐你這個其實算是我哋協會嘅理事長嘛，吼，係咪同人哋朋友，他要講一下講，譬如講去年來講嘅話啦，吼，但協會他要嚟做乜嘅事情？我哋協會有服務老人家關懷據點咧，發通每禮拜六，啊咪有送傳咧發通，啊咪有端午節一下，我哋有沒有
送高中的送本一些独居的老人家，中秋节也有办发通，你们有送也到中秋的礼物也到本独居的人。較像一般來講啊，譬如你頭有講到講你嘅據點係禮拜六嘛，吼，嗰陣等於講你今日係一日市。係，我哋係做貴啲嘅。你做貴啲嘅。你見到嘅據點嘅人有幾多呀？有50-60倍哦。哎呦，50-60倍，其實冇簡單呢。但唔知講，我認為講，這新埤，你睇服務範圍到哪呀？新埤村。新埤村，按嚟都有50-60倍哦。係啊，見間老人家見來見多啊。鄉下真係按嚟經營幾多呢？吼。係。嗰種從點來講啊，比如講，雖然講係今日先做營業嘛，吼，佢營業全日嘅話，我要用來發通咯。全日的應該也會好做啦。係，因為老人家佢好來人哋據點入邊，因為人哋老嘅冇奈好去啊，人哋等於來到人哋據點嗬，會感覺到佢快樂。個據點而家安排用嘅課程，安排邊嘅唔都有打鼓呀、打擊樂呀，還有拉筋，綁筋頭啊，還有唔都有做嘅學做個應用嘅東西來學啦。個種人來講，可以講送餐，送餐係免疫嚇，免疫送餐咪？冇免疫，如到人哋發通嘅時節人哋要做，如果順勢係送一邊嚟先。種一般來講，你而家送餐送幾多份啊？20人份。20人份，會符合送餐嘅理由當然係乜嘢咯？因為生意你冇睇不開，要自家做，如順日嘅機會有辦法通嘅時節，人哋要做，順勢送俾。但是伊哋本地係關懷據點嘅人嚇，還是唔係關懷據點嘅？伊哋冇法吐出來啊。因為其實對幾多嘅家庭來講嘅話啦，其實有啲送餐嘅服務來講，一方面我哋嘛可以順便看一下我哋嘅睇醫生，佢哋咧目前嘅情形樣嘅，雖然講送飯是一啲小事情啦，但是其實最重要嘅係真係在去老啊，都係可以嚟見下過樣啊。嗰種其實沙期嘅一啲關懷據點，其實對我哋沙期嘅老人家嘅生活來講，其實係有幾大嘅一啲幫助啦。好像頭先有嘛有講到，唔單止講起我哋咧端午節，如果我哋5.5，還有我哋咧8.8中秋節，都有發通。從一般來講，我哋端午節係盼用嘅發通啊。你高中嘅發通啊，尾他家老人家向下來包，過寺廟包嘅你分享嘛，人哋感覺到一個發通自家包冇按快樂，他家人向下包你感覺我冇強樣嘅。以前咪有我哋講過早期，他家人嘛生意嘅問題都卡時間，可能你家過端午節就即個會過鐘嘅，但是生意咧慢慢他也冇喺啲路卡時間。有時兩公婆冇兩個老人家都冇上一過呀，因為其實我邊買冇咁簡單，但是過鐘係件事情，過中過節嘅情形啊，嗰時候變成講以前可能每啲人都卡過，而家變成沙期派嘅發通，他個人強下過。咁從一般來講話，新埤嘅過鐘係同其他地方有冇共樣嘅地方？新埤嘅過鐘嘅用嘢咧，我哋客莊嘅客家嘅種嘅粽葉啊，我哋客人嘅味道啊，應該有吧？一般來講係什麼呀？你粽係標乜嘅肉啊？標乜嘅餡料？標飯頭，個香菇，個豬肉、三鮮肉，卵黃。你哋冇標海參冇？唔會。嗰時候唔得嘛，冇從家當嘅地有啲冇標海參，唔得嘛冇學到熟噶啦。冇，怕人哋客人冇關係嘅種味道吧。係啦，冇唔錯啊！嗰傳統意思嘅時間嘅話，都採用到安尼啦嗬。嗰時候唔得嘛係用濕嘅地。用濕嘅地係啊。嚇，咁中午可以講到係咧係端午節嘛中秋節咯。中秋節，你咪他家有中秋節安排啊，安排你邀請他家來
来摸菜呀对啊。哎，真的有时间吼，发现写乡镇呢，有写乡镇的一种感情呢，哈，真是台风人讲哎，我们礼拜六又有的关怀据点，然后有时候我有送餐，有发通那些了哈，啊，有端午节，又有中秋节，哈，其实都，等于讲消费的功能都希望讲，其实虽然讲他个人还在提的写乡镇的，哈，但是怕一些发通，问他个人安的发落，哈，他个人交往一下感情，至少。哦，莫名的，扣个条路卡地方可能按无聊。咁像这个做理事长做几久呀？做4年。做4年。我哋嚟讲係做4年都好嘅，做太久吼，要人可能嘛要美啊，我说都去年的年下一下我都问伊咧一下现任的理事长啊，吼，因能力贵有啊。嗰时等于讲你已经卸任了啦，係咪？嗰时壓力冇安太嘅。係啊，你冇安太意思講，係咪可以專心投入到社區劇場？突然唔敢講法。其實冇講社區劇場啦，今仔雖然卸任啦，吼，但本腔都睇屯三期天數啦，因為我認為講有安尼，我哋可以天數嘅人吼，有能力嘅人啊，講嘅計劃有能力嘅人，我哋都愛天數安尼啦，吼，創造一個。屯三期天數嘅機會啊！我相信一個重要啦，因為其實真正我有啲人來答事情，好，我有啲人帶頭來答事情，其實讓真係公共嘅事情，我永遠接，係啊，啊，當初中嘛，我想我接理事長，要變成養送嘅，但是養送這個嘛，各位講唔會啊。咁我都好幾多東西啊，冇講冇乜嘅啊，真是好幾多東西。譬如講，譬如講唔敢面對太重嘅依樣嘅場合啊，吼，啊更加好嘅唔都可以敢面對。啊，因是幾多總管一道啊，吼，譬如講縣政府一道人啊，某個代表啊，某個議員啊，啊，他個熟悉嘅吼，都咁多。有嘅事情要拜託人哋啊，吼，啊，幾好講啊你啦。嗰時等於你講，以前唔是搞屁嘅當然啦，哈，但是可能做理事長一方面，你可能要聽外面嘅人對外面人講法，吼，對台中人講法，嗰時你學習到講，應該睇同他人講法唔會講嘅，然後聽佢都講，唔係學習到講。人頭啊，個熟一些，哦，又還會做乜事情的時候，拜託佢哋嘛個方便，哦，同時嘛，第二個其實，安尼嘛等於講，變即個嘅，伊個審法嘅範圍變得個大啊。係啊，變啊，即個審法嘅範圍吼，變啊，做即個事情冇咁多嘅，變啊，攏變啊睇三期嘅啫，嗰個睇做。一下睇做理事長呀天花夜天花，我媽媽會講，唔是做乜嘅按無限咯，睇無限乜嘅咯，一來啊來又講要做嘅。但是如果你這個話唔是要凸損啊哈？冇，但是有損嘅啦。有損嘅，但是凸損一個事情唔係也厭惡。也好上嘅事情，我哋能幾來嚟。提高啊，都嗬，佢滿足嘅。好高就幾好，係啊！我意思講，表示講，那你嘛唔是講家庭嘅壓力嘛，聽也生活，嗰種能夠有精神去負責，咪等生起嘅一些工作。好，因為其實嗬，我唔係講每一個人都會願意行出來去接生起嘅工作啦。其實也冇簡單，因為有啲人講，我明日出去行啊，出去聊聊，咪鬼好行，做乜嘅？按政府嘛去接沙期嘅工作，咁唔對嘅就譬如講，好多人嘛講啦，你見家沙期嘅理事長，吼人強嘅，吼有工作能力嘅，有乜嘅法講，想要對嗰種沙期嘅人講，假如你即係有能力，吼，其實沙期佢需要人佢需要人嘅天數，有乜嘅想要提人呼籲嘅冇？因為更加吼，因為老人家見來見多嘅啊。希望後生嘅出來屯三期天數啊，創造一個我哋無共用嘅性別啊，因為真是幾時嘅後生嘅天數，本性別感覺本他人看得到。做乜我本性別本他人看得到？因為我哋性別吼，千久冇俾人看到嘅，因為攏無乜嘅具有
发展。因为嘛，因为一本好生的出来吼，有伊个动力样的吼，人有伊个样的无穷样的感觉啊。可是本人看到性别，迄希望讲，他讲人可以到性别来老了没？是啊，因为来性别老了，你迄变来看你当安尼铁石田来食的，但是安尼你要过3万啊退性别，别人看你当安尼马七个过夜啊啦，过轻松啊，也过重要啊，有人带量啊。有人带量，本他个人可以提供性别迄个过讲的地方，迄个算是过传统的，算是客家的一个生存状的，可以有自家文化，可以有戏剧的方式。用戏剧吼呈现出来，本他个人认识性别，也过重要。观众朋友，看今日节目，有冇发现到无？其实我哋咧水琴这也戏剧之路吼，唔单止係因為伊對戲劇嘅伊嘅熱愛，其實講到後來，係因為伊對沙戲一件事情有幾多嘅經驗感。嗰時伊那開始對伊喺啲理事長慢慢嚟去接觸到我哋嘅沙戲嘅劇場。嗰時我哋會希望講，其實我哋沙戲地步，我越來越多幾多嘅水琴這安尼人。慢慢的出來，然後表我哋沙期嘅事情，我有幾多人做，同時表我哋沙期有幾多人啲。今日我感謝我哋水琴姐，然後向上分享很精彩嘅故事。謝謝主持人，謝謝觀眾朋友，咱嚟了哦。休息一下，都聽下時上來，強化運動哦。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